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部的德基水库，即摆是大甲变做这个形咯。因为雨水无够，德基水库的水位快速来下降，储水量剩13.6%。大甲溪发电厂讲，这已经创下着建847年来上低纪录。啊，这个水库的水已经遮尔啊少咯，大家也是爱继续来送水，来提供予苗栗、台中、彰化的民生用水，甲台中科学园区的工业用水。若是天公伯也阁唔落雨，恐惊到3月底，德基水库就无法度阁来送水咯。这是台中德基水库即摆无样，水位强要见底啊！沙坡铺队范围继续咧扩大，边仔山坪、土石啊，还有大树啊，拢总露出水面。水库的水量唔捌遮少的。建坝以来一次碰到的这个状况了，是建坝以来最低的。对，不曾这样。管理单位讲，德基水库的满水位是18700万吨，不过因为伤久无落雨，即摆水量敢若剩2559万吨，水位下降到海拔1342.8公尺，真正是有够少。已经没什么水了。德基水库水情有警报，而且入水量甲放水量差有够济，一天的入水量敢若每秒4吨，放水量1秒有13吨。每一天提供竹竿坝跟自来水的，一天大概90万吨。目前一天的话，大概要150万吨的水。发电厂讲，为了供应苗栗、台中、彰化地区的民生用水，甲中科的工业用水，德基水库逐工持续供水。若是3月底进前，阁无落雨，水库的水地放了。嘉义闸门水库同款水情真暗，水量敢若剩15%，所以讲嘉义地区开始限水。因为洗车它水量变小的话，它那个时间就会拉长了。需要用到水的生理人，一直想讲要安怎省水，阁袂去影响到生理，真的是真伤脑筋。尽管讲春天雨水会使较高的改善可旱的情形。